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晡日福喜來嘅節目。哇，今晡日要訪問嘅來賓咧，佢係一個呢個兒童文學嘅作家。讀呢個訪問正式開始之前咧，老先生咧打嘴故事會提到過，哇，你真是做得感受到兒童文學嘅重要性，然後內容嘅豐富，然後神奇。今日咧歡迎呢啲嘅來賓，佢係呢個作家青樹兒先生。大家好，我係青樹兒。今日真歡喜哈，有機會來福氣來了，然後大家介紹我新出版的書。分享先生哈，先生係呢個北部呢，新竹北部呢，所以吼讀先生嘅書嘅時節是做得感受到先生嘅生命嘅經歷、生命嘅經驗、生命嘅故事。好，然後客家中本意嘅呢個養分，然後所以讓你本意做得有安樣嘅內容。我啱意思係講強融係兒童嘅文學，你讀冇強作者嘅書，你是不是有深刻嘅感受到？你解應幾解生命故事係乜嘅？你大概環境對佢乜嘅影響？我講一天有心態啦，所以今日講起來咧，做埋 TPL 咧，受嘅啲書，唔係講啲書係幫客家人看啊，唔係客家人看，係因為啲書嗬係講你要讀到，啊讀好你就係客家人，係講讀好你要讀客家莊，你是不是感受到？都嘅共鳴，就會有很多的共鳴。講到心肝讀啲噃咧，就這樣講。所以老師先恭喜你，恭喜你哦！今日大家嘅書非常嘅豐富，讀喺面前是有一個《飆風少年》，哇，厚厚的一本，還有2本哦。非常等一下，我們叫做《壁虎當家》，客家話劈沙，做主人嘅感覺是安樣嘅。主角是劈沙吼，第3本書咧，哇，佢係一隻那個繪本，好，它叫做縫衣服，華語這樣說。那大家係講是有線上講嘅，大家注意一下，這個福不是是福氣的福，福氣來了。而且2本書你等下係講看有幾多個時間，然後好好咧紹介。不過一開始先夾夾到大家講，線上講其實2本書嘅名一開始唔係按照縫衣服，像義理頭先講嘅哈，其實一個寫作嘅人哈，生命故事讓這個人向一天當重要嘅哈，所以縫衣服2本書其實也可以應該係用客話寫嘅，用我們客家話來寫的啊，所以應該題目名書文名按照日亮甲爾三台語。不過老師雖然講縫衣服你還唔係客家話，不過日亮甲爾三台語很感人，很感人哈。係啊，尤其你血脈啲咪都係客家血脈哈，談到日亮甲爾三台語，其實真緊當感動。可是我希望啊，我嘅作品除了你客家人來看，其他族群嘅朋友，佢嘛來看世界啦，佢嘛就知道哦，我身邊按到客家人啊，佢哋為生活，佢哋為過去老人家嘅都係樣樣嘢，當到故事，我希望你身邊其他族群嘅朋友咪做得看得到。那是當然，梗係當然，因為老大家來講是講，特別因為小解講咧，對唔對？非常有客家味，唔過大家又啲哦，你讀書又係讀線上嘅文字，其實你嘅共鳴係來自於感情。對，我覺得是一個感情的共鳴。哈，是用你讀嘅係講係學老作者寫嘅，又係講眷村嘅故事，我們一樣會有情感當嘅共鳴。不過今日特別講線上，哇，聊到客家有關係，是因為我看有些我是為深刻的感覺，深刻感受講哇。就是我爸爸媽媽沒有安養你哦，阿婆沒有安養你，經驗過來啦。好，因為當翻一開始家先欣賞來啦，你的小解釋2本書《飆風少年》。線上你好好跟我們講一下2本書到底在講些什麼？它是怎麼樣的故事？它封面又只按好看，然後又係有走豬嘛，太啊，係啊，你的起心動念佢形容應該故事啊，其實2本書哈寫係海孫啊，抓魚啊，捕魚嘅故事。其實我像頭先講嘅係新竹北部台哈，我開始選到係散讀哦，哈，我細細時節對對海邊。
對大海冇乜個印象，真嘅，就是去到係當奇幻嚟，當奇幻嚟，為什麼？我唔曉抽水，所以我們係到台內啊，哈，台內長為去，你台灣其實係一個當大的很大的海島嘛，順頭全部係大海，所以我對大海來講，怎麼當上會去了解它。所以兩本書寫嘅係是台灣東部。像宜蘭啊、花蓮啊、台東哈，那東部沿海裡頭，從底下是東北季風開始來的時節啦，有一種叫旗魚，動態哦哈，做得400-500公斤是做得，因為天然東北季風從北部下來下到台灣東部海岸，漁民拍攝。唔會，漁民是為去抓魚，用埋盤法去抓魚。底下海人抓魚是用個按到定置漁網，錯，係，冇是延繩釣，一下是做到好多冇錯，係。可是老祖先佢抓旗魚的時間係3年對一條起人家嘛個按照旗魚台啊哈，看人家標魚槍啊，一個人對一隻魚哎對決，很起都好公平哈，然後該下係做的方式。應該這樣講，就是說，其實我們這就是一個台池山地圖，我們本來就一定有一個它生存的一個，就像食物鏈一樣。可是那個時候該用膝蓋走，其實好寬薄。對，我們等於是我們是一起共存，哎呦，改感覺吼。可是你底下海係嘛個問題啊，台魚做起來細，魚嘛做起來，因為魚是見來見細是冇咧。可是你係用挑白人嚟嗰種想法來講哈，你做一條食幾多是做幾多，所以好環保啦。所以可以視為上係寫了個故事是，因為你標旗魚那種誒做魚的方式哈，見來見少，因為佢當危險啦，然後嘛阿媽呢困難，所以底下後生人冇會學嘅。可是該又係最環保嘅方式嘛，所以我該下是會想到，標旗魚那隻應該說技術吧，可能應該做得到去保留下來。然後我們我畢竟係寫兒童文學嘛，還是想寫小說，小本係5、6年級，我是國中、高中誒後生人來看的小說，那用白人寫呢，然後有為了標旗魚的技術表落去，不我最尾選出來的哈，佢按到有一條魚是例如條台魚佢有名哦，佢按到 S161103，好，所以兩本故事哈，就3隻主角，第一隻主角是兩條台魚，S161103，用大魚的角度，講佢天然東北季風下來台灣那邊發生到乜個事情，然後佢遇到乜個事情，然後第二隻主角按到阿峰，佢係國中1年級的學生啊，第三隻主角按到阿彪，佢係算起來應該是高1，但是他休學了，好，有3隻主角，兩隻後生人到一條台魚，所以線上基本有帶了一張圖片，什麼，譬如你還有填調，什麼，因為比如寫了書，雖然講東書有東都該重做，另個線上也要實地的去走訪實實在在去隔壁看，錯。頭先講到嘅標旗魚當門險錯，你看倆是按到旗魚台啊，就去到該片，去到嘅當中，而且該下東北季風來，那個浪頭是高高低低哦，可能有2-3層樓房很高哈，所以其實好倆是係標旗魚的槍，所以其實是真功夫啊，真功夫。該看起來差不多有十幾20公斤哦。現在還有一種圖什麼？另外一個，後邊還有一個，倆係都去全台灣是一個廟來祭拜旗魚，對台東的成功鎮旗魚廟。因為寫倆隻小說哈，曾經就請嚴俊去做田野調查啦。因為我在新北市嘛，好巧呢係
南方澳，去南方澳好逗，該會蠻有標旗魚。不過你看故事來講，你可能會去到有聊到台東的成功鎮啊、蠻窮哈，所以還係就請您進去四處去做功課啦。所以讀兩本書，地讀該基美老師也把它擬人化了嘛，對不對？對，還有阿彪，還有阿峰，對，那阿彪勇敢應該故事，所以線上地讀沒有其餘的獨白，對不對？有，哇，其實線上就動到個故事係新嘅關係哈，佢個線上沒有以讀到動到個朋友，因為就按樣個填掉，沒有延續動到個朋友。線上你今天要幫我們念一下獨白嗎？對不對？你知道哈，頭先我講過，叫做係3條線啊，故事線有3條，那今日咧談一下，了解大旗魚。去講嘛解，而且我非常嘅浪漫嘅，因為大家係上講喺特別繞牆度作雜作家，讀節目地讀好好咧講一下個故事，73頁對不對？73， 73，錯，幾兩題，我可惜了哈，哎呀，種考試用啊，有冇哈？我們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我個老花眼鏡嚟先拿下來。好，走的，麻煩信上，好，第4章。天命，游過1200公里的路途，從遙遠的北方回到出生地，沿途要躲過虎鯨的獵食，還要避開人類的追捕。S161103回來出生地的天命，就是繁殖下一代。現在時候到了，它緩緩的、慢慢的把成千上萬的卵排放到海裡。S161103知道。這些卵有些可能不會孵化，這些卵有些可能會被吃掉，但是一定會有一些卵孵化成長後，成長游向北方，再從北方游過1200公里的路途，回到出生地，完成它的天命。哇，你看這個哇，這個很有感覺哈。是，想你跟鄉親朋友先聊下，啉下茶，你等下場總會講幾個故事。動動伊做啲繞牆到兒童作家親屬你線上呢個節目地讀了大家咧小概幾改性數吼，線上嘅作品動動根本係簡單到大家咧講啊，我都有嚟到數吼，所以好像釋放這個第一波消息，按樣嘅感光吼，係講大家有興趣，大家去來看，要動動嘅東西做啲落線上來討論吼。上台節目你講到係標風少年其實地讀，主角有阿彪、阿峰，還有一條大魚，一條還有講到線上係你講你到善獨台就這樣講啊，比較靠山，不過你寫係一本了海有關的東西，起心動念啦。其實我很想問的是，線上的挑戰是什麼？而且為什麼會是寫一個跟海有關？但沒關係，老師，我們先花一點點的篇幅，跟大家稍微講一下，讓大家聊聊的講一下阿彪、阿峰的故事。好，走的。頭先大家就談到朗誦了一下S161103的天命。這條大旗魚的天命是什麼呢？就是其實旗魚基本每年當年的白，好，基本從北部沿着它回游的路線，經過台灣的東海岸，來到內圍底下，科學家還摸十分的確定啦，基本來到佢出生的位置，然後都兩會生蛋，把它的卵釋放在這裡之後，它又回去。啊，下一代就會在這裡成長，然後回到北方，然後像它一樣有斗轉來，所以天命係延續產生下一代。好，那你呢？你人類的天命係嘛？好，所以在這個故事裡面，阿峰佢係一隻7年級國中1年級的學生，佢本來細時間係在倆漁港哈，聽人家阿公，跟阿公是係標旗魚的能手，當厲害嘅船長，聽人阿公都5歲，跟爸爸媽媽是到佢土豆都市去讀書，佢去都當漁夫沒出息啊，所以爸爸啦阿公有點吵架，為了這件事情，很不愉快，還是把阿峰帶到都市去了。可是阿峰的都市來時間，跟爸爸媽媽勝利情謀寒，所以阿峰其實功課當好，可是即使看不慣，就對老師哈，教法
動氣管啦，有咩因？其實又到後上癮嘛，好衝動，所以佢又到性喪失，被他激到受不了了，可能也有一些憂鬱症的傾向。其實走在樓頂上，準備要跳下來的時候，阿峰就捅了一個這麼大的簍子，結果學校就說，這個環境成因不是很適合阿峰，希望他轉學。可是周圍附近的學校沒機會轉進去，所以他爸爸媽媽只好讓他轉學讀專業，哪位阿公該位，天然阿公，去阿公村該位國中念，來到阿公那學，他當然心情是很不好的，他完全沒有記5歲之前。那對兩位是記得就條台啊，其他也完全唔記得嘞。好，聽阿公爸爸媽媽冇在身邊，阿峰來講係一張很大的考驗啊。好得記得好，拄到一張阿彪哥哥，阿彪係應該算到了係高中1年級，可是佢休學，佢做乜係休學呢？佢嘛要佢自家對。面對的生命問題，佢本來係一群不良少年的老大，家爸爸媽媽冇睬咧，佢聽咧姑姑嫁到漁港，佢長回來了漁港，佢想聽個老船長，都是阿峰的阿公，學習個標旗魚的技術，是兩張年輕人的兩漁港遇見了，然後這2個年輕人學了標旗魚的技術，將來會跟S161103相遇，對，這相遇的時候衝突就來了，是要抓魚還是不抓魚？這個是很大很大的考驗。哇，對，那其實這條大魚為什麼叫 S161103？那是阿彪他們幫他取的名字。取了名字以後就是朋友了哎。那要抓他嗎？要吃掉他嗎？希望大家來翻開看看這本書。哇，因為大家有發現嗎？哈，唐你在安妮信上的講故事的時間，我覺得真的，你光這樣聽就很動容。因為你聽這2個青少年的嗆少年的經歷，你覺得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生命的難處，佢哋生命的困難，佢哋在心中的狗腸地圖，他們要如何自我探索，對不對？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然後意義然後，不過信上的故事非常的有意思，因為都按用台詞山地圖，佢都。上個學技術，唔過佢都拄到一條，很有感情，很有感情啊！大家形容應該互通，我覺得這真的是一件很令人，這也跟我看那個，我可能離題一下，那跟我看那個《阿凡達》一樣，你知道那個動畫《阿凡達》嘅聽音戲，美黑公都就是也是跟怎麼樣跟海洋生物共存，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對，因為裡面也是男主角，他也是遇到了一個。那樣的一個，我們說那樣的大生物，對，然後他要如何跟他交流溝通，當然不一樣啦。那你說到來特別誰的世界，還有微鯨闖天關，老師我可能一直離題，但是你好有上，對嗎？可能俺忙出誰時間，因為微鯨闖天關，意思是講，對，就是我會覺得這是另外一個，當然這個故事的深度不一樣。我想了解安妮信上，改有兩本書，好好來。永英講，它是一個青少年的讀物，在裡面，不管你是怎樣面對你生命中的挑戰，對，不管是迷惘也好，探索也好，對你如何在裡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去大概回首，去大概體會，我覺得這是一個青蔥老功課嘛，哈，係啊，所以。第一就係因為講，我特別係講要機會咯，安妮信上讀廣告世界大最貴，所以我是為問佢講，到底大家知道安樣嘅讀物對青少年係咩動寵啦？其實是的，對不對？可能你自己冇讀到兩種嘅狀況，可能你讀到嘅狀況冇乜嘅強弱，可是佢係強弱嘅挑戰。錯，希望你到底抱着希望去面對你的挑戰。錯，看故事係安樣嘢，我不一定是住在漁港的人，我聽咗以後安樣嘅技術，可能我也唔係不馬上就病毒中下，然後唔係不馬上吐到肚死。可是青少年佢會遇到嘅困難，然後認同為你嘅定位，你的意義其實是一樣的。是，對，然後又可以了解嘅聲音，同你看手機，我咪同你看手機啊，哈，你看要看短影音啊，對不對？哈
就是短改東西，然後很多不同影像的刺激。記手機的好處，可是你看好長篇的文字來講，對你的不同的刺激啦，你自己的想象來講，好做的發揮，因為你的。你自己掌控你自己的想法的機會好多，冇唔錯。其實線上伊做了本書前後是2年嘅時間，因為花好多嘅時間去收集資料，咁嗰幾日是當多嘅人，是當多嘅朋友。應該講哈，無意之間啦，像你下正經講話去標契約也不多。我又擺是去南方澳，然後吃個鮮魚湯。鮮魚湯是老闆端菜上來，然後你講，應該來看人家標契約算呢，叫標契約哦，聊天現場發現講，他年輕的時候就是一個標旗魚的，這麼對，我說我就你會很激動啊，你很有喜嗎？你很有喜標旗魚嗎？哦，給我好騷嘞啦，真騷嘞，那個白頭髮的算老爺爺了，可能走在算古時地本都阿公啊，那個阿峰的阿公了哈，但是問佢講很有後生麼？多多少少就可是真緊清少嘞，後上因好摸愛安樣誒，就很危險嘛，動辛苦嘛，動辛苦啊，動危險嘛，做得做到冇去停嘛，冇去停，嘿，記得講按照 CP 值係啊，按照 CP 值不高，只是因為現在家下不會你改圖片台又看哦，因為去到該唔算當購起魚台，你要這樣子，沒東西好辦哦。對，是像因拖鞋兩對拖鞋板然後引起的，你還能卡個當衝的標語槍。但老師好有畫面，是哦，感覺對，線上嘅故事，不論係走到戲出，然後變到通話，然後非常嘅有畫面。希望你來機會。好，講到呢一篇，你係線上節目啦，大家都分享嘅，你講提一本書聽聽，嗬，聽本書到你喺面前哦，好可愛嗬，佢有2本，白沙，嘿。就是壁虎，你客家話講白沙，線上你怎麼會是2本書？2本書，我其實兩本書挺神奇哦。一下開始哈，是一篇大概1200，甚至到將近1500。一篇故事而已。開下是講，就該按照鮭魚之亂，唔知大家還記得嗎？講這個壽司店啊，去辦個活動，講你名嘅地方都係就鮭魚2隻字，你是做得免費了。好棒哦！結果東東改名字，很不可思議，東熊島誒，那係最近發生的事情。那是去到唔知你下誒，後上嘅模式，你誒小朋友。佢對名啊，是看法挺樣扮嘅。我是想講，我來下一則故事，來讓我小讀者討論一下名字呢個事情。所以那本書地圖主要，一開始按照3號壁虎取名字所以地圖嘅故事是有當到現在有討論講，你到大家壁虎嘅。係嘛改名，嗬，一號嘛改名，2號嘛改名，3號嘛改名，所以當到按名嘅故事，還有嘛嘅精彩嘅內容，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常常嚟講。東方宇宙的繞牆度，呢個兒童作家顏綺先生咧，讀節目地圖啦，大家都了解幾個杏樹，就咁講。第一本書其實你略略講到故事，其實很好重要嘅事情係大家有時間去看書，因為我覺得，對，我覺得讀書圖書嘅看書嘅過程地圖，你做得清楚自家強面嘅地方，每個人的感受跟每個人對那個點打到你心裡的，對，不一樣。但是不管怎麼樣，我覺得。了解誰來人讀回順要去標旗語，這就是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那個很吸引人，對，很吸睛，不太一樣哈。對，尤其係類似你講帶到北部汕頭嘅，一個客家功課還做很足，那相信對線上來講，去寫該本書，去改秀我們動態，因為住山邊的人，然後去海邊做田調，我覺得這是一個多麼強的。
我覺得這是我覺得也是讓自己的生命做某種跨界，對對對，從某種。不過講到你你聽到有咧講的係線上嘅你兩個一張作品叫做壁虎當家，你上台節目講到上台節目講到當然也味道係時間50千改歸於有冇？給戶政事務所歸名有冇？所以大家對於以前我們覺得名字就代表我們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對不對？很多聲音瑕疵，對不對？以前我們那個年代，會講，到底是我們有多資深啦？所以那個會講你瑕疵，老師說哇，這個字要端正的，看字如看人嘛，錯不錯啊？對。不過現在剛剛古時講的意思是說，哇，好像名字可以隨意的更換，只為了吃一頓，是不是有寫？重新講，一輩子走得。改3次的機會，戶政事務所，談講的容易冇乜嘅考題。可是為啥兩本我冇老小讀者講，你一聽很重視名字，我兩冇老去講，總唔得改，或者去改，我冇表示。老師是丟一個種子，丟一隻想法，本身有一隻空間，大家去感受。希望有一個想法啦。我用班因為安樣想，我的理論基礎是什麼，所以也開始挑戰改好，我要做當多功課，去深解捕魚的技術啊，哈，其實來啊嘛，我兩擺的主角按照白沙哈，白沙壁虎，我是唔是做按照功課，因為我不看地位都是當到壁虎，我不看壁虎的創作哦，所以我本來兩本書地位都有6隻壁虎哦，第6隻壁虎叫做愛歌，很愛唱歌，哈，我們家我不看倆下是僅僅又叫壁虎。當愛唱歌，老師現在有糖果也上映，動台上啊，記得我不有3間房間嘛，哈，改下啦，改時間，我讓我線上，然後來一間，買一間嘛，哈，改愛唱歌嘅，改咗對我買一個房間，可是我唔是看到佢，是糖果上天，哈，當奇怪，佢上哈就得重音嘲笑你呢，所以我女兒唱一個，媽，那隻壁虎又在笑我了，動台上哦，然後可是。韓國我兒子該封建的該加壁虎當賽季，動台條哦，基本都該給房門出來哈，是不就沿着那個牆壁啪，是走到該西中的後背，聽着下，然後後背係天溪，基本都天溪後背，就到我倆一家半落地窗誒窗簾當個，其實趴到該，然後往下看，我不看係7樓啦。你往下看是有在花園，花園地板圖就一朵玫瑰花，一叢玫瑰，常常開了一朵玫瑰花，所以我古時地板圖該叫3號，其實對面呢沒有什麼感覺，有6隻壁虎嘛，另外5隻壁虎對面呢。一起都從兩副開小女生長出生嘛哈，副開彈音當重視兩種按圖嘛改名，所以可以飛啊其他的。壁虎是就原來名字這麼重要我們也要取名字可是3號講，哎呦，該玫瑰花按到玫瑰花，皮起來嘛真香，佢冇按到玫瑰花，按到漂亮的名啊，沒當香啊名啊冇重啦，所以3號取到名啊冇重啦，其他5隻名啊輕重啦，所以到底名字重不重要呢？我希望小朋友自己來看下小讀者。不過我第二本書地圖還有動體皮的地方係除了做在講線上想要傳達的那個穿它改個核心價值自我，還搞重要改係，其實我們要把壁虎擬人化嘛，表達擬人化。對。我們在想用地圖還有很多壁虎的知識地些，所以係講讀兩本書，你看做在了解到表達改地些，還有在動態的貼色裡面還有。畫圖漫畫對，一離說到的那個壁虎的知識啊，因為我們這個插畫家老師哈，他本身是動為畫漫畫，很會畫漫畫然後他取得了你取得了都知識重新好生硬，好嚴肅，然後我們是請那個插畫家老師用漫畫的方式把這些知識畫下來那看起來就很有趣比方說用英講濁水溪北邊的壁虎會不會叫，南邊的壁虎才會叫其實沒有用那個老師只用漫畫的方式讓你講，其實該係2種品種不太一樣的壁虎然後呢，就到一種壁虎會上好台，一種壁虎會上好色
啊，和那個品種有關。所以你看，這就是漂浮的知識，地西讀地讀，還是漂沙個地西讀地讀。所以信上本台個拓改世界也用滿法個縫隙寫出來，哇，真的很可愛耶！信上他畫得很好，就是動等一下呢，你看到的時間一直動就認識基調，從毛就很想認識他們。好，然後按鈕個漂沙來做朋友，從毛。像你看84頁啊，84頁開始有漫畫的部分，對吧？漫畫叫漂沙有哪一代為稱呼？就等於講去按到手工，就等於講去按到嘛四腳蛇。像你畫法是按到漂沙。線上講的就是這個漫畫，對不對？用漫畫，線上會特別把比較好生硬改地區，基本用漫畫改縫隙，有淺顯本小朋友看，所以小朋友看的時間走的，裡面有兒童文學想要表達的意義，然後但是也有知識輕鬆改縫隙來表達地區，所以大家可能是會秀波動態。係啊，知道重點，愛考試咯，咁可能其實兩本書係希望講。做啲世界本小朋友看，其實我當時我們線上講，哇，到底你個小小讀者有本線上嘛個好親切嘅回憶哈。不過我還想想，你節目時間實在動又寒哈，我覺得還是忍不住想要跟大家分享第3本書。有機會我們可以細聊。不過因為我有看到線上有帶了一信喪服，就在這邊。對，老師，該信喪服係你誰在個細節做給喪服？我做過誒，我誰細節做嘅，我有張照片哈，我爸爸奶奶我誰做了信喪。動定一下分那個隨風寫嘅毛衣，而且線上你保存得非常好，保存得非常好，很多年了。其實頭先伊犁提起來講兩本書哈，係另外一輛。另外一件衣服。明白。我意思講，因為線上又特別帶了，你什麼地方？哇，這個對你來說是很深刻，動情可以情感連接。你四個冇幾多，我們那睇到都講一下哈。睇完兩本書個，眼單個名又可能按到是兩格個上台，你個兩按到縫衣服。其實你睇到都係百納貝。百納貝，一對拼起來的。所以你要對線上來講，聽說係誰個世界動從容個故事。線上有沒有簡單的講一下一個，不管它是跟你個民俗有關，或是跟我們那時候的青港有關，那種下個人關係有關。其實你個故事好簡單哈，所以從容來看，你插畫家老師發出來那種感情啊，然後開始哈，係一張年輕年輕國中生，好，然後開始顏色是很暗的，藍色調的，很暗的，像這樣嗎？對，佢講，我國中的時間啦，冇愛發蠟筆包嘅衫，不是，沒藍色是黑色。可是媽媽啥整理衣服的時間啊，那一輛發蠟筆包嘅夾咗出來，我是講，哎呦，你馬莎嘅衫哦，媽媽講，咦係啊，發蠟筆包係冇發蠟筆包，就按發蠟筆包用咯。係，叫我用為要按，我用為要按發蠟筆包嘅衫，媽媽講我做嘅啊。用會按法咯，係連紗，夾邊連紗，睇下紗一地布啊，像拼布咁樣拼起來，打鐵的人來補，代表着祝你身體健康。老師波卡送來補，代表祝你頭腦很好。所以就得發蠟筆包嘅衫是動到。意思是講，你看嘛，就是一格一格嘛，對不對？每一塊布都長得某種搭地布，某種搭地布都會類似某一家人。對。那他如果是什麼樣的身份，就代表他對你的祝福。對。所以你看，你走一定要按用個白納衣在身上，你帶了多少人台幾個的祝福？可是你讀中下有冇？我們那時候你老應該青港領啥個關係係冇強容噶。可是你下嘅時候我唔知啊，其實講那個按法我冇會做，其實。唔會做哦，不過你係青港嘅，其實唔會做。啊，媽媽是講，哈，唔會做嘅是繡起來嘅哈，繡起來講，我繡起來係買本伢來嘅，冇是伢冇要做。故事到了，是冇結局，媽媽是高興。了解年輕人啊，唔會做嘅年輕人，其實親唔到媽媽倆晾衫嘅，基本都
你為狗訓人因東西會掃退嘛，基本上都兩兩夾尾啊掃退咧，啊無咩兩隻後生因抬咧，即家結婚咧，轉來到爸爸講，要當爸爸媽媽了，所以爸爸老該亮上送，爸爸是要該亮上拿出來問佢，其實就啊，我親唔到原來係爸爸收起來咧，啊爸爸是老去講，你係是讓媽媽留本嘢，哦做本嘢，佢講一定係本家嘅外孫咗啊，基本爸爸嘛就佢肯係遲到長髮唔係，結果佢到家爸爸講，我是聽唔到兩兩三本愛寫哦。好，你看線上按短時間講解故事，你看你是用說用繪本用畫圖嘅方式嚟表達一個短短嘅故事，唔過佢都嘅情感係非常嘅輕，唔過你也係愛知道繪本的意義跟繪本的價值所在，你很輕鬆就可以看到當到嘅圖畫，唔過你得到嘅。那感情震撼是非常豐沛的，因為其實當風雨線上都有兩篇，短短嘅時間少嘅按到按輕篇嘅東西，希望下擺有機會再過繞上線上都有兩篇都少嘅，好，啊希望大家數咧，鄉親朋友有機會直接聽在哪裡看，聽下來，好，然後大家來講，冇唔記得咯，11月25號就是點辦嘅，客家電視要全部黐線面嘅廿九屆嘅比賽，聽在記得嚟收看咯，聽下來，向下來做論壇咧。繞場大家來到福氣來嚟嘅民俗慶祝，還有聽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攞兩個影片慶祝分享出去俾大家哦。